这呢酸？命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。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悲欢。有啦，暗着排队，咱先创啥啦？排队，大家拢有份的啦。哎呦，较闪，好啊，盲点仔唱咧，唔爱，安那就安尼唱啦，排队啦，有人有份的，你落去啦，你叫人排队啦，有人有份的啦，咱是咧唱啥啦？好，排队，照配合的啦，有人有份的，咱就唱啥啦？哎，看你这虎心母塞过工，想要掠鬼，我看你家性命保袂掉。你讲什么？我是讲恁这几个加起来，参恁师傅断脉的，也毋是这个女鬼的对手。试看卖无？好，试看。过到了。各位来宾，恁今仔日拢过是替我周全伫咧做代志。若是啥物误会，大家看看拢过是家己的人。确实真辛苦，真辛苦。感谢你，足感谢你。各位道长，来辛苦，来内面泡茶，给。道长，我有几句话想要甲你参详。要无，咱做阵药来面讲。请。这个阿石老师，好，歹势，我叫袂记。道长，你甲我敢若袂出亲兄弟啊！你要安怎甲我叫，拢总无要紧。我会惊讲，万不利风声若泄露出去，去互李舅娘知影，安尼敢毋是？我知。李舅娘这个恶鬼啊，伊无分乌白啊，一心一意想要加害你这大姐，这点我是足想袂通。这是别个讲，今仔若毋是对影你安尼舍命为君子，甲我斗相共，我要闹去哪里？感动。等这个断眉道长就到，我会教伊定这个夜工，到的时阵，再来李舅娘我。真是的。安尼，就要辛苦你啊！没关系，这应该。请。感谢天地神明，保庇我这个不幸的人，让我做梦，也阁会当。等下看到故乡，小娘啊，莫阁怨叹啦。金斗的，阿蒙甲米芳嘞？阮有遐兴存啊，米芳你甲照顾，等下就对啦。金斗的，米芳的虽然是嘴较快，毋过人心我真善良，真古锥呢。这种，
互你真辛苦吼。少娘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会当帮助你完成你的心愿吼，安尼就有价值啦。行，咱紧看咯。我来讲哦，我真是啥物拢唔惊，我唔知我坐船哦，夭寿好个要无命去哦。坐船啊，坐到游行，啊无你要困者才搁行啦。要紧啦，叫我无成呢，你敢捌来长山？人家种搁顶咱碰见。我都等你都莫在靠腰，紧行啦。哎呦喂，你甲我爱啊！我哎呦，爱子，爱子。啊？金宝，啊，恁兜是到伫倒？你遮偌远？无偌远，啊你咧？阮住伫咧太武山村。太富村哦，太离远。我看吼，会晓同我遐过暝啦，明仔载我才送你转。唔免啦，金宝，等咱着转来到长山，着赶紧转来才好。哦，啊无，我先送你转去。我看你还是先转去厝的。你伫台湾，毋是定定伫咧甲我讲，你真着急要转去厝的修理厝顶，先转去，老大人嘛较放心。不要紧啦，无差到迄阵时间，我搁陪你行一地啊。金宝，你吼。行啦。拜托，豆经哦！你小姐姐敢好拜托你哦，我后我多，你唔够含慢呢，哭哭显安尼，安尼你就死安尼。你妈安尼嫌啊啦，我算对你袂歹呢。好啦，我找一人问看卖，你歹是要创啥？啊，有人我，有人来，我来问看卖哈。我长山的话你敢袂晓讲？啊，凊彩啦，我用笔的啦。潘小姐，借问者，你有看到阮小奶奶无？啥人是你小奶奶？啊，伊穿一束红衫，夹一支红雨伞，迄个就是阮小奶奶啦。穿红衫，夹一支红雨伞。对，你有看到无？冇看过。笑。当然，你笑啥我哥啊笑？你是冲进来鸟了哈？你无意思呢，你伊甲你骂我，你靠，哈你，哦，看办起来恁就是西公啦哈！我毋捌看到长山西公汉歹，一日头啊大天，大头啊西公，安怎？哦，阮都毋知影，拢甲你问一下尔，无通，我骂阮哈，笑的，表的较亲啦，表的，阮是较三八尔，阮哪有笑？你搁看我，你吐白酒哦！我来点，咱别讲这点者，看。师傅，啊，这人是十八招。我嘛看袂出，不男不女。笑哪笑？卖太，我来走。等下，嘿，你无看的哦？阮两个迄落绝情的美人，天真无邪吼。什么天真无？天真无邪啦。凊彩啦，我要过恁来闪，闪！啊闪吼！我跟你讲，姨娘哦，咱来走啦，我来走啦，太济啦，无啦，我甲你。哎呦，起来！你，哎呦喂！莫俩代志。来哦，滚头哦！你若是回失的，阮就放你线。好，7马，我8有啦7马，嘿，回失的敢袂准煞？无你讲回失的，你若讲回失的，我来准煞。哼！你真无讲道理哦！我来，哎呦，那只紧啊！哎呦，跟你卖赔你都袂赔。救人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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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金斗的，好啊啦，互你送到遮尔远，搁去着加行呀。你先转去厝的。好啦，我先等下阮安尼也放心，嘛先再甲厝顶修理好好。啊，
啊，一方面我来探听周阿喜的消息，等我代志来办好吼，我再来太武山找你。领导，哎呀，阿婆隔壁旁发生代志啊！领导，你来调烦恼，车袂有代志啦。你家己较细腻哦。小奶奶，你来给我，小奶奶，你来给我！哼，何方的妖怪，竟然敢出现伫本道士的面头前！道长，小女子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暂留人间，请道长莫为难。不应该，道士本来就是要掠妖怪。抓起来！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圆。为何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小奶奶，你还敢说你的？告诉你台湾来这用桥刀，因娘真是甲我桥。你当个沼泽，啊你要放？你放诶！妖！娘！这个赤查某哈，拄则倒遐风水都袂歹，啊，即马咪走倒位啊哈？啊，你做嘛找啊？你规包包找人无？气死呢，真正！啊好你呀，恁做嘛？你才找甲皮袂喘，伊搁伫遐等。啊好，我这吼，我钱这吼，走查某足无通的，毋知走倒互请。哦，安尼是啊很牙卡。李芳诶，李芳哎！快给我，还大声吓死人诶！我当时用请，我来讲哦，你免大声哦，较停啊！我就像咧敲迄西公安尼敲落哦，死个拢互我拍走啊！你有看无？哦，就是啦，是你去用敲伊的啦。歹势哦，伊死个哦，是阮小奶奶恁姊啊吼，甲敲伊的啦吼。阮共狗走的，阮想要敲拢共款。哼，紧的啦，小奶奶头前咧等你啊啦，紧去啦紧，我插你啊啦。我这条莫甲我黑白扣吼。来芳的，来芳的哈，甲我爱着。你爱，你莫讲啊啦，甲你爱。哼，你困啊，遐困啊。无卖好，撒者，撒者了。啥做撒者？撒者，安尼甲我撒者。你除非你讲我天真无邪，啊，你天真无艺，对个？哎，拜托的啦，无艺。哦，我真正有衰，我无代表我真是欠你济哦。来，我来撒者。哎呦，哎呦，紧的啦。阿伯，阿信，你敢知影？我逐工食菜念佛，拢是为着你。阿伯，过去的代志也已经过去啊。但我即摆是倒转来你的故乡，我知影讲你真信心的人，为着你，你看，
我就调伊讲，踮即间庙寺的附近边仔遮，气动真大大的厝要互你，对，是要倒转来陪你。我免来知影你这钱财是安倒位来的。就算你无买一间寺庙，我嘛是共款过我家己的日子。我逐工食菜念佛，是咧替你赎罪，希望会当减轻你的罪孽。你按台湾带转来迄个查某。希望你会当对人较好的，唔通阁辜负人。讲敢唔念经？啊是啊，你实在是哦，大位也唔去记厝，偏偏要记伫庙寺边啊。互安尼一讲讲一直念经，念到人后要烦死。打伊来念经是念着心安理得，只要伊若莫来掠你，安尼就好。好啥的啦？我若知影讲你才有一个某，我才不爱参你来。打是要算啥物某？一讲到毋就是食菜念经，我的代志一向也无咧插，困也无困到阵，安尼是要算啥物物件？搁再讲。我心肝内嘛只甲你一个。你一个嘴哈，愈来愈甜。姊妹啊，失散可怜呆，虽然找有是真假在。不幸啊，只你被人害，缘分才带阮娘啊倒转来啊！今斗啊，善良心无歹，所以招娘啊报仇真伟大你。喂，你看啊，你看，迄块石头亲像啥货哈？哎，敢是一只猪呢？有像哦。你看迄只猪是公的也母的？哎，看迄个形哦，安尼搁咧流猪膏呢，敢若公的哦。我看无像呢。伊目睭这大蕊，足像你的哦。迄只猪某。哎，你话真多咧，你毋是咧游行？啊对，我煞袂记，安尼继续行到足够行。行啊，行啊，拢行啊，拢行啊。感谢太母娘娘，我终于会当找到我的小妹倒转来邻做归宗，完成阮阿爸临终前的愿望。虽然我不幸成为亡魂，但是娇娘无怨叹，只希望我的小妹有成就，娇娘就心满意足。今仔日特别带我的小妹来甲太母娘娘答谢，感谢太母娘娘。哎，太母娘娘啊，我也做李文娘啦。我细汉吼去互分去台湾哦，就安尼空空散散咧走江湖。阮阿姐讲的，讲太母娘娘保庇，互我会当转来阮兜，甲阮阿姐相认，认祖归宗。多谢哈。对哦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啊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阿文，转来去。无咯，小奶奶，稍等一下啦。安怎你要甲放了呢？无要放啦。小奶奶，我袂习惯的呢。
好啦好啦好啦，紧的啦。太无娘娘啊，你都爱保庇呢。我替你讲啦，保庇哦，嫁好翁啦，啊嫁愈济愈好命啦，嫁一个矮，嫁一个肥的，嫁一个落的，嫁一个瘦的，嫁一个好囝，嫁一个瘦的，嫁一个五不全的。你是靠腰，你哪嫁无啦？我甲你报啦。我替你讲唔好。哼！太无娘娘，你爱保庇哦，保庇阮小奶奶吼，伊会当报着阮仇，啊保庇。咁简单安尼尔。保庇我比芳的吼。会当嫁一个足自然的翁哦，太无娘，你都爱保庇嘿，哈！小等下，唔着甲我牵一个。我甲你牵哦，拜托你是无较袂晓爬起吼。我咧养鱼。哎呀，好啦，莫有白口啦。哎呦，啊娘话你直接搁咧猪母诶。秀娘啊！大条的啊！坐啦，我去摕水啦。免麻烦。哎呀，真客气。为你遮过，想我来甲你看看。好，多谢啦。恁兜今早还袂转来是？伊去台湾几啊个月啊，到即嘛拢无转来。哎呀，怕是啥物代志耽误啦。大条，你去买米哦。但我哪有钱好去买米啦？这是隔壁庄一个周元月，去外口趁足侪钱转来，逐工嘛咧放米。啊，对啦，我看你爱去领一袋转来。哎呀，路到遐远，我哪有法度啦？等阮囝转来才搁讲啦。阿娘，我转来啊！你敢唔知我落去行了，我落去来扶我一个人，你做遐济头家，我是偌辛苦，你知？好啊啦，无卖啦，卖就卖咩？卖就卖嘛。我是车上来，你个铁气哥哈？卖你就卖个大骗啦卖。我唔是骗，我是咧讹。你这查某真正，我有钱有衰啦，我唔。啊，你破家枪啊，念水啊，无是安怎咩？母娘，厝诶都伫头前。阿文，你看，这间厝就是咱家，这个大厅是咱细汉做伙伫遮伫咧佚佗的所在。小奶奶，这是恁厝哦？哦，恁厝哪是型的啦？哦，厝外哦，咁要摇起来，你那个条搁较咁要倒去的咧，这风太啦，绝对会飞去的啦。你拢无较大汉呢？啊！阿文，你要离开咱家的时阵，咱拢也真细汉，大概只有3岁外。迄阵啊，我的印象嘛只有一点点啊尔。啊，毋过我听阿爹伫咧讲阿土师讲要带你去做成妇的时阵，你就一直哭。你的房间安怎都唔肯出来，佮一直伫咧叫我阿姊。啊，毋过当阿土师甲你带到溪仔边的时阵，你就拢袂哭。我看迄阵啊，你是想讲阿土师要带你去佚佗着？毋是袂爱哭啦，迄是哭到毋知要哭倒一型的啊。阿文，阿爹若讲着你，是哪讲哪毋甘哦。伊讲你大概是天生的爱低头，注定的流浪命。迄是我细汉就太巧咧，我知影吼，讲迄哭嘛无路用啊啦，我怎甲醒起来？阿文，迄时阵咱兜
是昨昏足散的，会免讲是3顿大无1顿饭。阿爹为着毋甘互你枵，甲你分互人做媳妇啊。阿文，即马你敢会怨叹咱阿爹？袂啦，阿土嫂对我嘛是袂歹，伊甲我当做敢若查某囝共款。是讲吼，你甲阿爹伫咧遮，日子嘛是无好过啊。阿文，若甲你换一领水衫，你一定比阿姊较水。阿文，咱入去厝内底看看。啊，你去看，我嘛要去，我嘛要去，啥物你等来。哎，我去嘛。你是会做公主嘛？我就是温柔啦。啊，我转来啊，对今日开始吼，啊，我要过生你啦。啊，做公主嘛，你着保庇我吼，高大汉平安下。细汉就离开咱兜去台湾，啊，毋过我真是还阁会记细汉的代志，只是因为阿土嫂都对我袂歹，伊甲我当作敢若亲生查某囝共款，你就知影我空空，我就平常阁想较济啊。我想着阿姐，你是为着我才会去台湾，互人害甲足凄惨的。过去是生，未来是活，阿文。会当找你转来邻座贵庄，这是阿爹的愿望。以后，咱李家都看你。阿姐，放心啦，我倒转来吼，后日这间厝靠我就好啦。小奶奶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美芳哦，一定会帮助阿文，甲咱这间厝吼，搁互兴旺起来。美芳的，你实在是我的好小妹啊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你感谢。太讲啥物感谢啊！你看你即摆一点仔拢无自然，放为自然啊自然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阿姐啊，我看吼，即摆上重的吼，是最主要是迄个狗囝吼，通报仇啊！各位同事，一大路向来辛苦了。周员外，你莫安尼讲，若毋是你看阮热气，阮哪有机会来为你效力？同事肯为我做代志，这是我的公义。哎，知道。那安尼，咱就赶紧来练这个夜工阵。照我看，练夜工阵不如练八卦阵。无毋对，练八卦阵上用会着。我认为咱9个人，一个人2只脚2只手，9时36支，练这个夜工阵上厉害，造法度通对付迄个女鬼啊！哼，我无甲你按算再来，阮8个人练八卦阵上拄好。对了，讲到鬼魂，我今仔日就拄着一个。什么款鬼魂？一个穿红衫、压一支红雨伞的女鬼。迄个查某囡仔昨昏对我对接，我知影这个女鬼哦，真固执，几啊摆我甲看看，伊都唔听呢。伊好像就对你冤尤真深呢。所以讲这是误会，确实是误会。上好这是误会。这件代志我甲你讲，我本来啊建议因练这个夜工阵，但是因偏偏就练这个八卦阵。你看这个代志咧？讲来讲去，因嘛是伫咧甲我斗相共，咱就照伊意思。
莫家囥踮心内就好。我是有甲你讲去啊，到时阵啊，因若无法度制服这个女鬼哦，你是有通怪。袂啦袂啦，但我即马已经改名，就再讲，伊也无可能法度能够找着我。讲，你连你也讲。 你嘛，你也不爱出声去，我惊一。嘿吼，人若无做亏心事，唔知半暝啊鬼来弄嘛。我唔是惊，时间雄蹦蹦转出现，免讲我嘛会惊着。安尼就好啊，阿是啊。 我实在是足烦的。你要爱什么就什么，受什么通互你烦心？阿是，我伫咧台湾嘛是人红顶四桥甲我带入门的呢，想袂到来遮你还阁一个某。那安尼，我第二我算啥？我算细姨。你讲，安尼你对我敢有公平？我就甲你讲过，你烦你，伊烦你，两个人莫相烦就好。好啊，既然你若安尼讲，我要返去台湾。 我对你安尼阁无够好笑。哼！你讲，我着安怎做你这玩笑？真简单，将伊离縁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为何这呢酸？ 为何这呢长？少年我期待报仇的日子，搁想着台湾哦的囝儿啊的，米芳啊做事是真周至，紧叫小妹啊扛大子，凡事着爱看互伊哩。 唔通伤心来做一事。拜托啦，你去甲阮小奶奶沟通一下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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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是这哦，啊这做人搞茶烦，做鬼阁搞烦恼，迄来掠准我哦，我看我是迷迷茫茫。我看你哦，毋是干那车尔，佫足勇的哦。 我看你哦，300咯，眼光阁真准。米芳啊，菜头唔知长，唔知影少年我哦的心房的，少年我透早是坐到暗，到底今昼啊走倒位藏？ 为何看无哦？伊一人啊也文娘啊袂输查甫人，将来免啊嫁有翁哩。爱困袂晓去内底倒摊牌哦，踮遐赌，踮遐赌，去啊！我袂爱困啊，啊，阮小奶奶咧？伫遐坐遐久哦，伊袂忝哦，我甲看哦，看甲忝啦。我看你拄久嘛看啊真忝，去休困好无？我无爱休困啊，无我来甲阮小奶奶房间哦拼者，啊，伊才叫阮小奶奶你要休困。好好去拼，拼足后拼安尼吼，去拼。哎，记嘿，好啦，紧去拼啦。好啦，放摆啊。阿姐，莫等啊啦，休困啦。
阿文，你敢捌想讲要找一个好翁婿，好好啊做人的家后，做人的老母？做人的某，我咧做奸呢。哇！当我自细汉哦，在阿拖婿啊四界咧做，拢啊四界咧落曲，当我会去想到这，有法度嫁人。啊，毋过吼，即马吼，定来去想到水当当个个教死囡仔，迄就有影啦。我实在是真看伊阿芳啊，是毋是有去投胎转世？阿文，你捌听人讲过无？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人若有岁时阵，总是需要一个伴。哈！啊，你讲半工，原来是惊我嫁袂出去哦。我已经做啊尔，迄水当当个就是我的查某囝啊，啊无人后目日子嘛是照过。我到时阵哦，啊，就来台湾找水台当个住咧阿爹这间厝，日子嘛是照过啊。你是咧讲啥货啦？咱都已经从水当当的，互朝阳大爷做查某囝，查某人啊，总算是查某人啊。一世人当中，来当找一个好翁婿，安尼嘛是足幸福的。文娘，阿姊是甲你讲正经的呢，亲像金斗啊，嘛袂歹啊。哈！阿娘喂，你讲迄个长山的哦，哇！安怎啦？你看你哦，金斗袂歹啊，心肝阁好，恁两个若做阵，真适配呢。哈，适配？我看伊好爱伊配。哈哈哈！笑啥啦？金斗啊，敢生做遐好笑是？伊毋是生做真好笑，伊生做真颓。伊看到我就甲我看到鬼。今日甲我做伙哦，我一工照三顿甲推。暗时啊，甲推一顿做点心。阿文，这是讲正经代志呢。假使人金斗啊，也是愿意娶你的。假听了都拍唔假，娶了啦娶。金斗啊，较细腻的呢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好啦，阿娘，你免烦恼啦，无代志啦。较细腻，迄边啦，迄边啦，哈。知啦，知啦，知啦。阿娘，这阵吼，我趁一寡钱吼，我厝顶若修理好吼，咱生活就较好过啊呢。对阿娘，我伫台湾吼，拄到一寡真趣味的代志哦。啥物趣味的代志啊？哈？哦，是咪拄到甲个查某囡仔哈？对啊。啊，人咧，有带转来无？有啊，人有带转来啊。伫倒位啦？若无带转来，互恁娘看卖咧。也毋过。也毋过安怎？哎呀，阿娘。来，较细腻的哈，来。阿娘，我总共吼带3个转来啊。3个？哎呦，阿娘，你莫紧张啦，你听我讲啦。这，哎呀，这吼，一个吼是赤白白啦，啊，另外一个吼382路高，搁一个，真个毋是人诶。毋是人？哪？哎呦，阿娘啊，你莫有白想啦，我嘛毋知变甲你解释啦。我先把厝顶修理好。哦，莫讲啦，你紧将厝顶砍啊好啊。小等下哦，通去掠一寡米转来。听讲哦，放牛迄个人哦，是拄啊为海外发财转来呢。哦，这人真好心哦。讲伊姓啥哈？哦，听讲是姓周啦。阿娘，你拄仔讲啥？搁讲一遍。敢若是姓周啦。阿娘，你讲伊姓啥？姓周啊。周，姓周，音量这么轻，敢是周阿是？阿娘，我想来隔壁厝去。金斗，你去倒位哈？阿娘，我来隔壁厝看卖啦，你免转来啦。金斗，哎呀，这个囡仔吼，遮尔啊青狂，是要去创啥啦？
是咧练什么功夫？西公腔啊！果然是就下是这个精神的错。好，我来看你练什么功夫。起来！不能打嘛！进！放人啊！这臭小狗，你好大胆，你敢到这所在？哎呦！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老弟，这样。哪有？你是一个修道人，为什么你甘愿和你庄生做交易？我看你五官就生做袂歹，太甘愿做一个女鬼的妻啊！你滚！就这样。对啊，你讲的真对。我看这唔正囡仔，有可能是和迄个女鬼袂甲连家己性命的拢总唔知影。你讲袂讲？我一点仔都无袂讲，因为李娇娘啊，伊在世就是一个用花水性的查某，是一个唔知见识的人。周阿四，娇娘就是一款查某。是唔是牛你？我周阿四绝对也袂去这做妖的。你嘛使去单期上行遐问厝边隔壁人。看李娇娘到底是什么款人？所有的代志，拢是你设计安排。娇娘已经拢甲我讲过啊。娇娘，着家不知啊亲热哦。有影，我看这个人，甲迄个女鬼绝对有什么款暗瞒的关系。周阿四，你，可以。叫我女鬼伫身的人，也可唔知死冤哩。你滚！这人我会甲伊金担遮，有我的用。一方面，我无法为水流涉咱的秘密；另外一方面，咱会使甲伊当作是认真。你唔免伤欢喜，前日我真紧就来救我。救你？我真等嘛等一天，伊若真是假来，我绝对有人通来奉陪伊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远，倒位找？